带大家来看南投县水里乡这个 AI 行动日，偏向科技创新社会行动方案。实际行动啊，让学生运用科技工具啊，实际来调查建立方便居民甲游客伫水里使用的知识库咯。 云林科大设计学院的学生收集水里市场丰富的资讯甲地方故事了后，利用 AI 工具来打造知识库。历史都蛮悠久的，然后他们其实可能有很多的故事在这里面，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它记下来之后呢，年轻人回来除了就是知道当地的更多故事之外，他们也可以透过 AI 发展，然后把这些就是当地的历史跟故事，然后发展成更新的文化。啊，无因阮遮吼市场较内底啊，所以吼，遮少年啊看手机啊会当看到阮遮。利用 AI 整理水里的地方产业活动，希望未来会当互想要直接发展的乡亲，透过因的工具来找到家己的需求。希望讲吼，后摆以后更多的少年呢，是会使来遮创业。水里市场自治会这几年透过学生团队、青年创新组织等等，希望透过这个行动，会当让更较侪少年人来水里生活甲发展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